點解餐飲 A、B 一直係越南最強消費賽道？經濟好要去食大餐慶祝，經濟唔好都要飲杯咖啡解愁。無論樓市股市點樣波動，越南嘅餐飲業 F&B 永遠都係最堅挺嘅消費賽道。點解？今日同你拆解越南人嘅揾食密碼。第一，超高頻嘅外食文化。越南人好少餐餐喺屋企煮，有朝早街邊嘅法包，中午嘅河粉，到夜晚收工後最出名嘅 New 飲酒食嘢文化。年輕一代 Gen Z 同 Millennials 極度捨得喺食飲上花錢，一日三餐加埋下午茶、宵夜，消費頻率高到你唔信。第二，餐飲店係佢哋嘅第三空間。喺越南，去餐廳或者咖啡店買嘅唔單止係杯飲品，而係社交空間，傾生意、拍拖、做功課，全部都喺度發生。所以只要你個場裝修夠靚、夠打卡 checking， 客流絕對唔會少。第三，連鎖化同特許經營嘅爆發。以前越南多數係家庭式小店，但依家資本湧入，連鎖品牌 chains 瘋狂擴張，有評價嘅蜜雪冰城 Mixu 到中高級嘅火鍋燒烤集團，只要模式跑得通，複製開分店嘅速度係幾何級數增長，加上外賣平台加持，利潤空間極大。總結一句，只要味道啱，體驗好，越南人絕對唔會孤寒。如果你想喺越南創業或者投資， F&B 絕對係門檻最低、現金流最快嘅黃金賽道。如果有資金，你想將邊種香港美食帶入越南？留言話我知，記得 follow 我哋。想了解更多，即時聯絡我。